好啦，阿西甲隊往前，自己俾自己啊，睇你表演啊！計時㗎嚇，睇下自己最靚仔嘅時間係咩啊！俾啲心機兄弟。好，各隊注意，預備，跑！好啦，都算係比賽啊，同自己比賽啦。冇錯啊！嗱，呢一鋪咧就冇隔離航道影響啊，有姿勢有實際啊，全部 show 出嚟啦！今次要睇呢一輪賽事同埋上一輪嘅賽事嘅時間差幾秒嚇，我哋西甲隊。特別啦，喺初賽到而家為止咧，我哋都見到西甲隊啦，佢哋喺即係集水嗰下嗰個技術咧，都係非常之係高超啊！咁當然啦，都要翻去頭先嗰個話題啦嚇，唔係猛龍唔過關啊！係。嗱咁由於天氣關係咧，鼓手咧就冇帶副超噶啦，話2點之間直線就望到最準噶啦而家。看得清先至望得遠。係。好啦，保持住個節奏。我準備取子啦，睇睇。好啦，成功地取子㗎。睇睇接反嘅時候咧，我哋西甲隊如何地啦？鏡頭見到我哋西甲隊已經係折返緊，差唔多嚟到我哋嘅橋頭位。咁龍會唔會注意到啊？我哋西甲隊嗰個鼓手咧，佢個鼓點啊，係一種唔同嘅節奏，咚咚咚咚咚咚。咁我哋就話咧，呢啲就係花鼓，因為咧取其有號。傳統嘅龍舟，除咗係龍頭、口號、隻船嘅製造嘅過程，同埋咧我哋一啲爬枝之外，我哋嗰個打鼓啊，嗰個鼓點啊，都有唔同嘅。有啲地方啦，佢就正常地一下都咚咚咚咚咁樣嘅，然之後有啲地方佢有特色㗎啦，佢加力嘅時候。咚咚咚咚咁樣嘅，所以咧令到咧我哋傳統嘅龍舟賽事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話題同個看點，有重有輕啊，俾到一啲固定節奏自己隊員啊，因為如果多條船進行嘅時候咧，如果大家嗰啲頻率即係擊鼓嗰個律拍係一樣比較高度一致嘅話咧，有時真係分唔到㗎嚇。所以咧，其實咧呢個鼓點就譬如。就正如先啱，正如我哋啲先輩啊，以前上戰場嘅嗰時候，吹嗰個衝鋒號，衝鋒號啊，自己獨有個衝鋒號啊，冇錯啦。一啲爬的一聽到嗰個衝鋒號，嗰啲聲一嚟到嘅時候，哇！佢哋就開始有種不一樣嘅靈魂注入體內㗎。好咁啊，見到西甲呢邊咧都係反情啊。咁樣我哋西甲呢一輪賽事之後咧，就會嚟到我哋2026年度開平市深圳北鎮聯動傳統龍舟邀請賽嘅戲肉啦，將會由開平粵山高陽啦對陣我哋開平水口新豐龍舟隊㗎。
好啦，翻嚟啦，係嘛？嚟啦！我哋現場嘅朋友，再一次俾啲掌聲、歡呼聲，我哋會城西家。好啦，嚟一次衝刺嘅動作啦，solo 啦。好 ，OK 晒，恭喜晒我哋會城西家。好啦，阿龍，我相信我哋今日咧喺度講咗一日啦，都係期待住陣間落嚟嘅呢一場賽事啦，係嘛？的確係啦，咁啊嚟到咧就係最終篇嚇，呢個最終對決決賽咧就係粵山高陽對水口新風啦。嗱，咁啊大家就唔難睇到啊，成個晉級過嚟咧，咁啊首先即係講下水口新風，因為大家見到其實西甲會城西甲咁啊第一次過嚟呢個參賽咁嘅情況之下咧，亦都現場咧展示出佢哋一個好超班嘅實力。但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水口新風依然咧就係技壓一籌。咁啊嚟到呢個決賽階段，咁啊粵山高陽嘅話咧，咁亦都係主場作戰啦。咁啊初賽階段咧係第一組嘅一個出場嘅，咁啊去到後邊咧，你會見到初賽嘅成績咧，咁啊甚至咧粵明咧亦都係快過佢哋。咁我覺得咧就係咧，你話有保留，一定都有保留，因為本身嗰個超班嘅實力擺喺度先，4冠王係嘛？超班實力擺喺度，佢哋只要畫出一個正常訓練水平、訓練節奏咧，其實就咁橫向對比咧。個人感覺入到去呢一個咧就半決賽乃至決賽階段啦，正常發揮問題應該唔大。咁啊，正如我哋賽前一啲私底下嘅預測啦，咁啊而家高陽再次企喺呢個決賽嘅其中一席嗰度，對面嘅咧係水口新風。嗱，我唔知你點睇？我認為啦，波係圓嘅，波係圓嘅，因為咧龍舟嘅賽事咧影響個賽果，唔單止係你正常嘅發揮水平，因為有好多客觀嘅因素，即係譬如話我哋嘅爬仔發揮正常，所以咧，但係我哋一定要取決於埋我哋個太手，冇錯，我哋嗰個鼓手係啦，或者個風向、天氣水流等等之類嘅。佢哋時間段啦，見到啦，我哋兩支決賽嘅隊伍已經進入航道啦。嗱，其實呢一下咧，嗰個天氣條件係非常之好啊，風唔大啦，個水都唔係好急嘅咋，少少微雨啦，咁啊，其實都會有助於咧佢哋去發揮佢哋技術水平。咁其實咧呢個天氣對於我哋啲爬丁嚟講咧，絕對係良性噶啦。係冇錯。因為如果你係頂住一個30-40度嘅個太陽嘅話咧，個人係非常之易疲憊嘅，消耗更加大添啊。係啊，再加上咧我哋今日嘅賽區啊，俾到我哋嘅觀眾咧係5星級嘅體驗啊！係，設埋啲帳篷啊！呢個要多謝我哋鎮政府嘅領導，係打造咗一個非常之靚嘅叫做賽場啊！冇錯，俾我哋啲觀眾啊，我哋啲啦啦隊啊咁嘅意思。嗱，咁啊見到就近期咧都頻繁落雨啦，落喺呢個龍舟水啦。咁啊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就包括現場嗰個溫度、風向啊、濕度啊呢啲咧，人嘅體感係比較舒適嘅，所以學你話齋咧係比較容易發揮佢哋技術水平啊。好，咁啊下邊時間嚇，我哋將信號啦交俾裁判長先啦，馬上咧去到起點睇睇情況。裁判長，好啦，而家進入賽道啊，仲有3分鐘就開始比賽，兩條龍舟請盡快進入航道。咁啊嗱，而家決賽啊，1、2名冠亞軍，重申一次賽規啊、賽制啊，賽事以一次性起航，搶航不召回，搶航直接加5秒，成績加時間，決勝負，明唔明白？搶航加5秒，明唔明白？好嘅，嚟比賽仲有2分鐘，現在開始點名。1度高陽，2度新風。嚟比賽開始仲1分鐘，現在開始取齊。2度手按切，1度穩住。穩住，2度穩住，2度穩住。
二度穩住，一度手手往前，二度穩住，唔好向前啊！一度往前，一度往前，往前啦！二度穩住，唔好喐啊！一度手手往前，手手往前，繼續半米，好好穩住，穩住，穩住！二度往前，二度往前，一度穩住。一度穩住，二度穩住，好穩住，兩支隊伍穩住，各隊注意，二名，哇！好，比賽開始。潮起粵山龍騰灣區2026年度開平市粵山鎮田園龍舟嘉年華決賽，一水道高陽，二水道新豐隊。見到高陽呢邊咧就係率先起呢個獎品啦，見到喺啟動階段咧加得都係比較快啲㗎，而家就稍稍帶出3-4個倉位係有㗎嚇。見到啦，我哋高陽呢邊嘅喜貴爬啦，個落獎係會稍微地深少少嘅。其實咧都想喺咧呢個起步階段咧帶翻啲優勢出嚟先嘅。咁當然啦，頭先都已經同你回顧翻好多次嗰個問題㗎啦。咁呢度就唔再強調啦。但係見到高陽呢邊嘅距離好似越拉越大咯，已經差唔多嚟到個折返點啦。嗱，基本上咧望住自己帶出個優勢咧，穩住呢個節奏啦就 OK 啊前程。好，先取子，成功取子。嗱都有咧就係差唔多3個倉㗎。而家先係反程先嘅係高陽嘅。咁同樣地啦，我哋新豐呢邊啦都有係成功地取子折返㗎。4至600米呢邊啦，而家見到就高陽一路穩住個節奏咧，就帶前先㗎，已經係剛剛好一條船嘅距離。咁當然啦，喺呢個時間點，我覺得高陽嘅爬丁啦，同埋個鼓手啦，應該係穩陣啲，冇錯，穩定啲，盡量啦就唔好失誤係最重要噶。冇錯啦。而家咧其實見到啦江面上咧就新豐呢邊咧都有啲係食到浪㗎新豐呢邊咧可能都要等取第2個字嘅時候再睇睇呢個差距點樣啊！睇睇先，折返，一度取其有效。喂，一度取其有效啊！都係最終係取其有效。頭先似乎有少少狀況㗎最終裁判確認取其有效嘅。新豐呢邊咧緊接住取其有效，都係有效睇睇啦。一折返嘅時候啦，我哋高陽隊呢邊嘅領先距離啦，就已經有少少大啦頭先好明顯見到個高陽一取咗反程之後咧，見到一隻船嘅距離，我加大啲個力水咧，個浪係大咗㗎。同埋啦，阿龍有冇注意到？折返嘅時候集水再折返，我哋係要用一個慣性。係冇錯啦，要借呢個慣性啊。係控制一個慣性嘅。所以啦，通常地我哋折返嘅時候，去到折返點嘅時候咧，都會稍微地就將個力水收翻嚟先，好得個船啦，斜得咁快。冇錯，然之後佢集水嘅時候就會穩定好多。係啦，穩住個船身啊，最緊要啊，係啦，冇錯啦。基本上咧，而家高陽咧都係穩住個節奏啦，咁睇上嚟嘅優勢都比較大啲，已經有咧就一隻船開外咁領先優勢㗎啦。當然啦，喺呢一站嘅比賽當中咧，都想見到自己一個咧比較之唔錯嘅成績出到嚟咧，睇下最終會定格喺幾多嘅。再一次取子之後咧，高陽呢邊咧就率先咧又係反程咯，會唔會快過頭先之前所有嘅時間咧？呢一輪最後我哋攞嚟對比下嚇。係啊，因為我哋唔單止要同人哋比啦嘛，我哋仲要同自己總結啦嘛，係嘛？冇錯啊！新豐呢邊咧進入到咧就取子。順利攞到啦，反程，睇睇啦，會唔會利用最後嘅300米啦，去再搏一鋪啊，縮短翻呢個差距嚇。高陽呢邊咧，暫時都係穩字行頭啊，翻緊程啦。係啦，見到個腰咧係非常之深㗎呢下，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喜貴爬一個優勢。冇錯，可以將個身體嘅舒展性啦。
好啦，最尾嘅50米嚇，睇睇呢個衝刺階段啦，都係起起獎品初中成績啊！咁啊，率先撞線嘅係粵山高陽嘅，恭晒！咁啊，後邊嘅水口新風啊，我哋都係要幫佢加油吶喊助威啊！嚟，我哋高陽啲鄉親父老啊，俾啲掌聲，熱烈嘅掌聲，我哋水口新風好嘛？好，恭喜晒！好啦，咁啊決賽啊，亦都係順利進行啊！咁啊，率先撞線呢，就係粵山高陽嘅，咁啊緊接住咧就係水口新風。嗱，咁啊兩支隊伍嘅比賽都係順利完成咗嘅，咁啊最終嘅成績嚇，我哋都係等到組委會咧再嚟確認翻啊！咁啊，歡迎大家啦，就係嚟開平過端午啊！咁啊，呢度咧係2026年啊，開平市粵山鎮田園龍舟嘉年華暨八鎮聯動啊傳統龍舟邀請賽嘅比賽現場嘅嚇。咁啊，今日咧有我姓龍啦，同埋我嘅拍檔阿錦輝啊喺度咧，就為大家全程解説啦呢個比賽嘅。咁啊，成個比賽落嚟咧，由10隊嘅初賽啦，揀到成績最快嘅4隊入到呢個半決賽，再到最尾強強對話。嗱，咁啊稍稍咧，有啲人可能感覺可惜啲，就粵山雙雄提前去遇到啦。但係咧，我哋主場作戰嘅呢個粵山高陽隊咧，都係最終嚇憑藉咧技高人一籌，應該咁講嚇，呢個絕對嘅硬實力面前咧，咁啊喺呢個決賽階段以一個較大嘅一個領先優勢啦嚇，咁啊率先係撞線，咁啊最終我哋等到呢個組委會嘅成績確認啦，再同大家公佈翻粵山高陽同埋水口新風最終嘅成績。嗱，咁啊成場比賽落嚟之後咧，我問一問阿輝啦，你即係對呢個比賽嘅一個狀況嚇，同埋今日各支隊伍嘅發揮有啲咩嘅總結咧？咁啦，我只可以講啦，賽事賽例咧係要不斷地去完善嘅，當然啦，係我哋呢一次嘅賽例有趣嘅係入到4強嘅4支隊伍，都係4分鐘嘅集團嘅，冇錯，已經係成績入到5分鐘以內，係冇錯。咁啦，然之後咧，當然去到嗰個階段，其實每一支隊伍個實力都係一樣嘅，係冇錯，差唔多嘅，係啦，係啦，只可以話響一啲關鍵嘅時間段啦，邊支隊伍嘅發揮狀態更為之出色，係就會係更加之偏向勝嘅一方，所以啦，其實每一支隊我哋嘅運動員都係通過足夠嘅訓練同埋努力啦，先至可以換來呢個成績嘅。咁啦，如果係話真係想要勝於別人，就要自身更加努力啦。冇錯，好啦，咁啊組委會方面亦都係俾到最新嘅賽事成績嚇，咁啊獲得啦就2026年啦開平市粵山鎮八鎮聯動傳統龍舟邀請賽決賽，咁啊率先撞線排名第1嘅咧係開平粵山高陽隊嘅，成績係4分29.517秒。咁啊排名第2嘅係新風隊，成績係5分01.796秒嘅。恭喜晒兩支嘅隊伍嘅。亦都咧再一次多謝我哋頭先啦以上參賽嘅10支隊伍啦，冇錯，都響呢個風雨天，同我哋所有嘅龍舟愛好者啦，帶嚟咗都好多精彩嘅視覺效果啦。的確咧，我哋今日嘅龍舟水咧就落完一陣又一陣啦。咁你會見到咧就係呢個一啲都影響唔到咧，就係我哋嘅龍舟健兒啊，對於呢一項運動同埋對於家鄉呢一種咧最深沉嘅熱愛嚇。你見到佢哋喺現場咧，真係你雨就算大，我依然咧就破浪前行。呢種嘅逆流而上嘅精氣神啦，正正係我哋開平同埋粵山人嘅一個真實嘅寫照啦。好啦，咁啊賽事進行到呢一度嚇，咁我哋啦下邊時間咧亦都係將信號交翻到我哋頒獎嘅現場，睇睇現場準備嘅情況係點樣。
請我哋乙明隊、新豐隊、高陽隊、匯城西甲隊、紫山龍灣隊、麥村隊、28村隊、西江隊、水口橋林隊、欖涌隊嘅領隊或者代表過嚟我哋嘅指揮台啊，領取我哋嘅燒酒同埋燒豬，好嘛？1、2、3測試係。好，我哋請學生紫山龍灣隊、麥村隊、28村隊、西江隊、水口橋林隊、欖涌隊派代表過到嚟我哋現場領獎啊！唔該。請高陽隊、新豐隊、西甲隊嚟到我哋主會場係領獎嘅。现场观众和线上的朋友们，我们潮起乐山龙腾湾区2026年开平市乐山镇田园龙舟嘉年华暨8镇联动传统龙舟邀请赛所有赛事已圆满完成。那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啊，非常的精彩，赛事非常的精彩，一条条龙舟乘风破浪，一众健儿奋力挥桨，每一支队伍都用自己的汗水展现了龙舟精神。那下面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正式开启，让我们一同见证荣誉时刻。万众瞩目，荣耀登场！本次龙舟竞渡季军是新会西甲龙舟队
恭喜，有请代表队代表上台领奖。有请我们颁奖嘉宾江门市文广旅体局3级调研员谢文清先生为获奖队伍代表颁奖，有请。恭喜我们新会的西甲龙舟队，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承载着全队日夜坚持的训练。好，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掌声送给他们好吗？好的，谢谢，请回席就坐。碧波逐浪，西汉分毫，实力尽显。那荣获本次赛事亚军的是开平水口新丰队，有请代表上台领奖。同时有请颁奖嘉宾开平市政协和俊贤副主席为获奖队伍代表颁奖，有请。恭喜亚军队开平水口新丰队，请合影留念。掌声祝贺他们。好的，谢谢，定格精彩，感谢颁奖嘉宾，请回席就坐。万众期待的巅峰荣耀时刻，夺得本次龙舟竞渡赛冠军的队伍是开平岳山高阳队，让我们全场掌声呐喊，有请冠军队伍代表昂首登台。好的，同时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于文峰常务为获奖队伍代表颁奖，有请。千奖齐发，一马当先呢，摘得今日头筹，实至名归。恭喜开平岳山高阳队！让镜头记录这份至高的荣耀。恭喜冠军队伍岳山高阳队！好的，谢谢，请回席就坐。精彩不停，欢乐继续。6月18号至21号，岳山田园龙舟嘉年华活动将持续火热进行。届时将有非遗手作课堂、双狮表演等民俗表演，以及舞龙巡游表演互动等丰富内容轮番登场，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赴。